Hi， 大家好，我係招和豪。今期視頻同大家拍一套咧標準嘅兩房單位啊，65個平方米，總價只需要328000就可以買到新裝嘅一個靚單位，好溫馨啊！兩間房咧都係標準啊，得房率咧100%，標準嘅兩房兩廳一衛一廚房，個洗手間咧可以擺到大浴缸啊，真係65個方㗎咋，總價328000可以買到嚇，可以拎包入住，非常之正。總高層咧係9層樓，但係咧呢間房係第4層樓，佢係第2樓以上咧先可以住人㗎啊！咁呢一間咧就係稀缺嘅小洋樓啊，真係。咁我目前企喺咧就係呢個屋苑嘅門口公交站台，科技園嘅政務中心站點。我哋今日睇呢個屋苑咧就喺前面呢一邊嘅，就呢一度啊叫做風景灣花園嚇，就係呢一度啦，風景灣花園好正嘅一個，屬於係一個咩咧小洋樓啦，真係。首先同大家講下呢邊嘅一個公交情況啦，即係如果係交通嘅話，我哋坐去地鐵站嘅話就坐呢個268B 啊，我哋目前就係呢個位置啦，行政服務中心呢邊啊，我哋呢度坐過去，然後咧去高鐵站坐呢個299啊，然後呢一邊203咧就坐到淡水嘅，201咧都係坐到惠陽汽車客運站，同埋去到呢個黃金海岸，即係去海邊啊。都方便嚇，去沙灘嘅海邊。咁呢一帶咧，總體咧就係一個行政服務中心區啦。呢邊係一品名仕一個寫字樓啦。咁目前呢個公交站台咧，大亞灣首先就好嘅呢個站台就係呢一邊嘅。我哋呢一邊就係行政服務中心啦。行政服務中心係呢一頭嚇。我哋平時咧，我哋買樓過戶啊，都係喺呢一棟樓噶啦。同埋咧，去辦嗰啲清證啊，同埋護照啊，各方面啲問題啊，都喺呢度辦理嘅，非常之便利嘅一個地方啦。咁呢一度嘅話，地商方面嘅話啊，即係商業啊，門口就有啲便利店同埋超市噶啦。而且咧，呢度大型購物廣場去邊度咧？就去呢個萬達廣場同埋嗰個益田假日廣場啦，以及吳越廣場。呢度我哋去吳越廣場時間咧，其實都係車程嚟計下，8分鐘左右啦。如果去萬達廣場嘅話，都係8分鐘，因為啱啱好係中間位啊。我哋呢邊買樓咧，到時會送翻一部3輪電機俾大家啊，非常之便利啊，又安全又穩陣嚇。所以咧，呢套房328000啊，個人覺得總價非常之正啊，真係。仲講嗰一點，我哋呢邊咧旁邊就係嗰個沿海高速嘅出口，咁呢一邊咧就有巴士啊，西湖出行啦，同埋愛心巴士，可以直接翻到蓮塘口岸去到羅湖嗰一邊嘅，就係站點就喺前面呢度啦。啊，我哋出門咧就有個站點嘅呢邊，非常之便利嚇。我哋呢個站點咧要喺對面嗰邊上車啊。所以咧1個鐘翻到蓮塘口岸啦，如果坐高鐵嘅話就1個鐘翻到西九龍啦嚇，非常之快啊！我哋咧去睇下呢間兩房單位先嚇，好正真係啊 ！Go go go！ 嚟到套房裏面嚇，總高係9層樓，咁我目前咧就喺第4樓。咁咧入門咧就見到一個餐廳啦，呢個就係好精緻嘅一間兩房單位嚇，但係咧佢又係標準嘅兩房兩廳單位喎。大家可以睇到嚇，呢度仲同你做咗一個餐酒櫃喺度嚇，餐廳位仲擺得咁溫馨啊，真係好少見嘅啊！首先睇下呢個廚房先，廚房都係獨立廚房喎。係 L 字形嘅一個廚房嚇，呢一邊嘅廚房仲帶窗喎，真係正嚇，唔錯啊，唔錯，真係唔錯。呢一邊咧就做咗呢個餐廚櫃啦。餐廚櫃嘅話，佢嘅設置面仲 OK 喎，好靚嚇。哇，咁精緻㗎呢套房，真係第一次見。哇，睇下洗手間，一個洗手間，哇咁大個洗手間啊！哇，呢個洗手間真係可以擺大浴缸喎，真係可以擺大浴缸嚇。闊到1.4米嚇，闊到1.4米，咁長度你如果做埋隔斷之後咧，大概仲有1米左右嘅一個闊度啊！呢邊智能馬桶啊，仲係用嘅，同樣係帶窗啊！哇，精緻嘅標準兩房兩廳單位嚇。然後我跟住落嚟睇下呢個客廳，因為咧佢係餐廳同客廳咧係分開嘅喎。呢種咁精緻嘅客廳啊，哇！如果2到3個人住咧，其實真係好舒服啊！呢一邊。幾溫馨啊！全屋嘅藝術漆牆面咧係新拆嘅啊，然後呢一度咧，哇，仲帶住一部落地式嘅智能空調啊，美的嘅啊，2匹。
然後咧，我哋睇，呢邊有間房吧？呢邊應該係呢間係主房。先睇第一間，第一間係呢邊，哇標準嘅房喎，呢間房嘅標準面積嚟嘅喎，真係面積嘅話計我大概應該係有接近8.8個平方米啊，9個方咁標準，1.5米嘅床下，而且2個床頭櫃都做好晒。衣櫃咧佢就係做過呢一邊嘅，啊大家先睇下佢呢個衣櫃，呢一種衣櫃其實仲加實用啦，係咪？係定製嘅喎呢種，睇起身嘅風格就係咁樣啦，帶窗台係仲帶住窗台。睇呢個花園嘅小區元能啊，因為咧呢度係小高層洋樓啦嚇，睇起身咧比較舒服嘅。呢度燈未開啊，其實開個燈俾大家睇下，你睇幾溫馨啊，真係溫馨嚇。由我哋跟住落嚟睇嗰間主房，主房咧就係我哋廳嘅呢一面啦。哇！呢間房大間啊！呢間房嘅話1.8米嘅大床下，大家睇下幾舒服，大露台喺呢邊。呢間房嘅實用面積咧大概係15個平方米啊，講你都唔信嚇。嗱，定製衣櫃仲做咗嘅係呢一排啦，好大嘅一個定製櫃嚇，佢係呢種係推拉門啦，屬於推拉嘅定製櫃。哇，你睇幾闊，係咪？咁寬敞嘅話，你想擺幾多衫物啊、衣物都可以擺㗎啦，兩面啊。然後我哋跟住落嚟，仲擺咗2個床頭櫃啊，一個床頭櫃，哇，仲有個梳妝台喎。嗱，有梳妝台。幾舒服啊，係咪？位置啱啱好啊！我哋睇埋個主露台先。呢個主露台其實真係舒服啊！呢度係接近3.2米嚇，3.2米嘅。哇，真係 OK 喎！主人房嘅闊度係3.2米嚇，睇出去咧就睇元能嘅景啦，超安靜嘅小高層洋房啊！買嚟養老居住嘅話，我覺得真係好適合啊！呢邊咁大間房啊，真係〜好少見到啊！65個平方米下，總價32.8萬啊，太溫馨啦！大家再睇下呢度直面睇到一次，嗱，呢個直面睇出嚟係咪好靚啊？哇，真係正啊！我覺得呢間32.8萬下，有需要有興趣嘅朋友掃描一下 WhatsApp 同埋呢個WeChat 二維碼咧，可以加到阿浩嘅，或者直接打電話俾我。呢套房應該都好快賣㗎啦，總價咁低喎，可以買到一種標準嘅大間兩房嚟㗎，唔細間嘅喎，仲係咧客廳同餐廳仲係分離，標準廚房、標準嘅洗手間，係咪？嗱，32.8萬下，有興趣快啲聯絡阿浩，先到先得嚇，基本上係拎包入住㗎啦。今期視頻就拍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